隨樓附送嘅抽油煙機竟然幫唔到你，原來喺呢個咁狹窄嘅環境裏邊都仲有得揀咩？今日我就要將你拯救，逃離屋苑廚房油煙滿布嘅荒謬啊！事不宜遲 ，Go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nneth。咁聽講好多屋苑咧，依家都會附送埋一部嵌入式同埋拉燙式嘅抽油煙機俾住戶嘅。咁但係一般大部分隨樓附送嘅拉燙式抽油煙機咧，吸力咧相對地都麻麻地嘅。咁尤其是係香港人啦，最中意就係煎同炒，夠晒鑊氣啊嘛。咁但係普通嘅拉燙式抽油煙機咧，好難解決到廚房烏煙瘴氣嘅問題。咁加上啦，依家咁多開放式廚房，搞到成間屋都係煮嘢食嘅味道啊！咁而今日啦，我就為覺得自己屋企抽油煙機唔夠勁嘅各位，推薦一部由金馬典2023年推出嘅 JP890雙扇葉抽油煙機俾你哋。咁依家就等我睇下呢部新嘅 JP890同一般嘅隨樓附送嘅抽油煙機有乜嘢分別先。咁喺開始之前啦，等我話個小知識俾大家知，咁就係 JP890前身咧係有一款舊型號嘅。咁叫做 EP890，咁咧已經出咗10幾年㗎啦。咁喺多年前咧，已經係有唔少嘅嵌入式雙扇葉抽油煙機咧，都係模仿緊 EP890呢個設計嘅。咁就知道金馬典嘅自家設計嘅抽油煙機咧，可以行得幾前衛啦。咁而今次介紹嘅 JP890咧，不論係性能啦、質料啦同埋吸力咧，都有大大嘅改進嘅。咁你事不宜遲啊，即刻開始講解下先啦。咁首先講下安裝方面啦，金馬典新推出嘅 JP890同舊一代嘅 EP890咧，呢兩者嘅尺寸設計咧，喺大部分嘅屋苑咧都可以輕鬆安裝到嘅。咁正常其他抽油煙機要安裝嘅話咧，櫥櫃一般需要都要大改動，非常麻煩。咁而 JP890同 EP890嘅設計一般咧，都可以直接安裝到現有嘅櫥櫃，咁唔使咁大陣仗，方便到極致啊！咁之後咧就到咗大家最着重嘅性能方面啦。咁 JP890咧係雙扇葉式雙摩打設計，咁每邊咧2500轉速 RPM， 而且咧風速咧有3段俾你選擇，吸力咧相當強勁嘅。咁相比起一般隨樓附送嘅抽油煙機轉速咧，佢哋係更加強勁㗎。因為一般隨樓附送嘅抽油煙機咧，佢哋嘅轉速最強只有1000至1200嘅轉速 RPM， 咁加上 JP890使用咗扇葉嘅設計啦，比起一般拉燙式嘅抽油煙機咧，佢哋嘅內網設計咧，更能應付到香港人一般煎炒嘅煮食習慣。咁所以 JP890相對性能咧係出色好多嘅。咁到時候煮食就唔使就住，幾大油煙都冇問題啦。咁喺清洗方面啦，操作非常簡單。咁呢個抽油煙機咧係用咗油杯嘅設計。咁啲油漬咧會聚晒喺個油杯度。咁如果淨係想輕輕清洗嘅話咧，咁可以簡單方便清除油杯入邊嘅油漬就 OK 噶啦。咁如果你想徹底啲咁洗嘅話咧，都好簡單嘅啫。一開始咧將個底板3粒螺絲拆出嚟，然後咧就可以將個底板慢慢拎落嚟咁樣清洗啦。咁之後咧我哋就會見到內籠有雙扇葉，咁呢個雙扇葉咧都可以拆出嚟清洗嘅。咁但係你會諗會唔會好複雜㗎？係絕對唔會㗎。咁你只要將個固定位咧撥開，咁就可以咧將個網拎落嚟就得㗎啦。咁如果咧都覺得麻煩嘅話咧，可以買市面上有嘅抽油煙機除油劑，然後咧鋪定啲報紙喺爐面度，之後咧再直接噴喺個網度就 OK 㗎啦。咁等大約10分鐘啦，啲油漬就會自動溶解滴落嚟，咁然後用清水抹乾淨就 OK 㗎啦。快靚正，性價比咧係極高嘅。咁喺尺寸方面啦 ，JP890咧有2個 size 俾你揀，咁分別係70cm 啦同埋90cm。咁相比起一般隨樓附送嘅抽油煙機咧，就比較好啲啦。因為一般隨樓附送嘅抽油煙機咧，佢哋尺寸係冇得揀嘅，所以比較多限制。咁如果尺寸太細嘅話啦，有機會令到廚房個觀感太窄。咁而 JP890咧有2個 size 俾你揀，自由度咧就大啲，咁可以幫到大部分嘅香港家庭啦。咁所以話啦，今次金馬典新推出嘅 JP890咧係非常之貼心嘅。咁喺用料方面啦 ，JP890今次嘅機身咧係用咗磨砂不鏽鋼，咁成個感覺咧都高級咗，而且咧磨砂不鏽鋼咧相對地有易清潔，非常方便。機頂咧左右邊咧係用咗流線型，咁令到用家咧唔會因為唔小心而容易整到啦。咁相比起一般隨樓附送嘅抽油煙機咧，大部分嘅機殼咧都係用咗焗漆，咁而焗漆嘅用料啦，比起不鏽鋼咧係冇咁耐用嘅。加上市面上嘅拉燙式抽油煙機咧，佢哋大部分都係用咗普通嘅燈膽嘅啫。咁而 JP890咧係用咗 LED 燈，更加光亮，更加耐用。咁所以 JP890嘅用料咧係今次非常值得注意㗎。好，咁而出產地方面啦，金馬典新推出嘅 JP890嘅出產地咧，同一般隨樓附送嘅拉燙式抽油煙機咧係唔同嘅。咁今次 JP890嘅出產地咧喺台灣，比起內地製造咧更加有信心。
咁咧就比較完啦。咁就發現咗金馬典新推出嘅 JP890比一般隨樓附送嘅抽油煙機咧，性能同用料都好好多。咁而且最緊要啦，就唔使改裝成個櫥櫃，咁就可以直接安裝到部抽油煙機上去啦，非常方便。品味生活金馬典。